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一个北京市的房地产的新闻，这是昨天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叫社宅用地今年尚无成交，北京房商楼市僵局亟待打破。他这个报道说今年以来北京市房山区社宅用地成交持续低迷，尚未实现实质性突破，就是一块地都没卖掉。就是大家知道北京的房山现在就楼市已经低迷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一块地都没卖掉，这可是北京虽然房山离得有点远。7月25日，北京市房山区召开土地推介会，重点推荐了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1号地项目但今年北京市拟供地清单已进行了第6批，上述房地产房山区块迟迟未出现在清单中。从成交情况来看，北京市房山区上一次社宅用地成交还要追溯到2024年8月1号，据此计算，1年多来未有房企在房山区拿地。2022年自然资源部不是出台了一个规定吗？要求因城施策安排住宅用地供应，凡商品房去化周期长、土地流拍率高、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城市，应当从严控制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目前北京市房山区楼市趋冷，房价下行，当地需要根据楼市供求现状决定是否增加土地供应。8月20日，就房山区社宅用1年无成交情况，记者发函采访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房山分局。该分局表示，正在结合北京市及房山区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进行深度调研。目前北京市房山区一些项目去化较为艰难，以颐和住为例，2024年9月初，北京城建公示了颐和住规划设计方案，共规划34栋住宅楼，1206套房源。目前取得预售证的只有西区房源，东区何时进入销售环节还是未知。购房需求不足，直接导致新房去化周期拉长。7月份，北京市房山区新房去化周期23个月，较去年同期下降 23.5%。去化压力虽然较去年下降明显，但仍然处在较高位置，超自然资源部规划的18个月警戒线。说房企为加快资金回笼，今年1到7月，靠近北京主城区且城市发展最先起步的良乡、长阳2个优质板块楼盘大力落地，以价换量，就是降价有4个楼盘凭销量冲进了1到7月北京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TOP 30，也就是这些项目在备案价基础上打7折8折。北京城建和这个一个项目是2.82万每平米。北京市房山区产业支撑较差，无法通过职住平衡带来更多置业需求。北京市房山区购买力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本区域地缘性购房需，二是满足通勤需求的区域可以通过郊区低价房吸引主城区打工人购房。但产业发展更强且轨道交通更便捷的大新区分流了更多主城区外溢需求。房山区通勤线路相对单一，近年来虽有改善，仍难以承接本就有限的外溢需求。二手房割肉100万元仍难销售。除新房房价下滑外，北京市房山区二手房也不得不顺应当前价格走势下调价格销售。这个房山区的长阳和良乡板块曾经一度房价冲至5万元每平米，也有很多知名房企比如中粮、万科、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铁建在那儿都有项目。以房山区长阳板块中中粮、金溪祥云为例，2017年开盘时5万5每平米，如今从贝壳找房二手房某房源调价记录来看，该楼盘2022年126平方米房源挂牌价680万，如今已调整到460万，售价在3.7万元每平米。关键是还没有卖掉，就这个房东不停的在往下调价格，都还卖不掉。5万5一平米现在已经跌到了3万7，1/3已经跌没了，还卖不掉贝壳一中介工作人员表示，二手房降价幅度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入市新盘都在大力打折促销，以把价格锚定。为什么介绍这个北京房山目前这个现状，1年来一块土地都没卖掉？本质原因就是因为他房子卖不掉，对吧？房价跌成这样了还卖不掉，这个可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那大家就能想象到前一阵子北京市出台什么救市措施，5环以外不限购，对吧？你只要有北京市户籍，或者是在北京你交了1年2年社保，对吧？你都可以5环以外随便买。为什么出这个政策？这回知道了吧？是因为
为有的地方都过不下去了，干了1年了，1年1块地都没卖掉，你说再这么下去，工资都发不出来啊，还怎么运转呢？问题是，对吧？这政策出了啊，放开限购了，地还是卖不掉啊，也就说明啊，这放开限购好像没什么用，没卵用。说这个就是，对吧？大家想象一下，上海这前天吧也出台措施，对吧？往外上海户籍随便买，有1年社保的也随便买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出这个政策。那肯定是外面啊，有的地方也是1年2年地都卖不掉啊，一大堆房子也卖不，怎么办呢？你再看看北京，你就知道他这政策出来有没有用。可以说啊，出了个寂寞啊。今天有媒体报道啊，这个贝壳财经啊说，上海30年100万房贷利息可省8万，就是这次上海出台那个救市措施啊，对这个首套房和2套房这个利息啊做调整，这些都属于那叫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说，买房的人真的刚需房，他恐怕是不会因为你这个利息啊稍微往下调一点他就买，但是你利息调了肯定管用，就对那已经买房的，对吧？对他们来说，这个支出稍微少一点，对吧？能省一点是一点，毕竟1个月少200多嘛。也就是出台这种措施啊，会给这些房奴啊减轻负担，但是不会促进这个新房销售。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拍的是他呀在深圳市中心买了一套房，本来以为是这个抄底的，结果抄在了半山腰啊，短短几年啊400万没了。大家看视频啊，房子才卖了7万块钱，这个房子是我2021年840万买的，今天卖掉之后拿到手，一共拿到了7万块钱，卖了646万，欠银行那个630万，也就是说我只能拿回来16万，我还要付给人家9万块钱佣金，到手就7万块钱。之后，这是深圳这个宝安中心区最核心的地段的最好的房子。我们小区最高峰涨到了20万，我买的时候12万，现在只能卖9万。亏了，账面就是光亏了200多万，利息亏200多万，一共亏了400多万。之后今天来卖房子，800万卖的7万块钱。之后大家以我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再买房了。他这个小区啊，还是在深圳的啊核心区，那绝对是位置还有项目都是不错的。具体是什么项目我还没看到啊。总之啊，最高的时候卖到20万1平米，那肯定豪宅，就位置还不错。哎，这个人是跌到12万进去的，那你一般的人说，你说最高20万，我这跌到12万，跌了对吧？跌掉40%啊，差不多接近膝盖涨。我这个时候抄进去，那不是抄底吗？捡了个大便宜，哪知道他后面还跌到了9万上，短短的3、4年时间，从12万跌到9万，他400万就不见了，整个房子卖掉还算可以的啊，这是抄在了半山腰。他房子卖掉了，他手上还有7万块，也就是他不欠银行钱了。更惨的是啊，你房子卖掉了，你还欠银行一笔债，完了之后你之前的什么首付啊、利息都白付了，打了水漂。这可是深圳的对吧？核心区啊，所以即便是核心区是吧，也有风险的。那有人就说了，那是不是豪宅好一点？你看上海的豪宅对吧，7000万一套的都日光秒光。实际上啊，上海的豪宅啊，那个秒光仅限新房，一旦转二手，那就很难说了。实际上一线豪宅这个补跌或者真正的下跌早就开始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以深圳为例啊，就像刚才这个哥们儿这个现象，那可是比比皆是啊，比他惨的人多了去了。媒体报道啊，近期深圳豪宅跳水式甩卖案例涌现。深圳蛇口标杆豪宅太子湾叫湾喜，上个月成交了一套308平的户型，这个绝对是豪宅了，大平层嘛，308平，成交总价1900万，折算单价仅6万多点，而当初开盘价高达10多万一平。该业主是一手买入，买入价超过3000万元，如今业主以1900万卖出，账面损失1000万以上，再加上税费、利息等其他成本，简直惨不忍睹。该项目当年开盘也是秒光，都是排着队来的抢，甚至啊一大批有钱人不惜动用关系，即便是出巨额的茶水费，也要抢着买这个楼盘。从图中可见，这一套房的业主4月份挂出来的时候，挂牌价6200万啊，这个业主还是信心满满的啊。4月份的行情好的时候想卖，挂牌价6200万，这怎么能翻倍啊？这不都是那些炒房的那些房产中介天天鼓吹的吗？所以你看啊，当年3000万买的，挂出去卖要卖6200万，后来就挂到4800，然后是挂3200，直到最后1900万成交。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要跟他的挂牌价下直接砍掉了70%。有人说啊，湾喜是公寓，跌多少都有可能，那玩意儿
本身就不保值啊。那看看住宅，深圳湾的地标豪宅华润瑞也是去年12月发生火灾那个超高层豪宅项目，365平5房楼王大平层，楼王大平层呢绝对是稀缺的啊，一个项目恐怕就1、2套，顶多3套，要不然不能叫楼王啊。这玩意理论上是有价无市。2021年最高位时成交价高达1.25，今年5月份有同户型成交价已降到了6800万，3年多时间从高位跌掉了5700万，跌掉了一半啊，平均每天损失4.5万，跌幅接近45%。深圳湾另一座代表性豪宅恒裕滨城2期6月成交了一套228平房源，成交总价6200万，而在2024年3月同户型成交价还在7900多万，短短15个月房价就跌掉了1700多万，平均每天跌掉3.8万。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击碎了一线核心资产抗跌的神话，豪宅的崩塌终于拉开序幕。恒大暴雷以来啊，确实一线城市某些核心地段的这个豪宅显得很抗跌，但抗跌不代表它不跌，不代表它不补跌。深圳湾1号、恒裕滨城2期等顶级项目价格曾一度逆势上涨，这不是因为富人认知有多高，选对了所谓的核心资产，原因不过是因为富人更能扛，更相信的力量。如今啊，扛不住的富人开始向市场投降，为了变现不断下调报价，豪宅价格呈现跳水式下跌，跌幅快速直追甚至超过普通住宅，也就是补跌嘛，更惨。这就相当于胡适那个龙头股到时候要补跌啊，那不就是血流成河吗？这个豪宅啊本身它就是交易量，就是买卖的人目标人群就是少，这些豪宅对吧都是有钱人，中产都在反呢，肯定不是接豪宅的都是有钱人，但是这些人比鬼都精。现在被套住的是一些炒房的人，都是几年前对吧听那些什么房吹啊，拿着金银贷，拿着各种贷款炒房，准备3、5年之后脱手挣1倍。你看刚才那个业主啊，3000万买的房子，6200万挂出去卖，这要卖掉了，那就3000万就到手，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结果呢，1900万卖掉，裤衩子都赔掉了。也就是这一批被套住的是炒房，不是那种真正有钱的，他恐怕他也不急着卖啊，套住就套住，都是炒房的，因为他急着用钱，现金流断了，只能甩卖，不甩卖更惨。所以说啊，这个对豪宅来说接盘的人特别少，它不像这个普通住宅啊，这普通住宅后来还有刚性需求啊，对吧？总有人没房，他总得想买一套房住吧，结婚生孩子。那个豪宅刚性需求本来就少，对吧？这个目标用户也少，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这个要往下跌的话，那可真是个无底洞啊。这个不光是深圳啊，最近这个香港豪宅市场，对吧？香港的房地产是面向全世界的啊，是不是香港的房地产豪宅啊跌得更惨？无论是这个夏海军，对吧，在香港的豪宅，还是许老板在香港的豪宅，都是腰斩还不止啊！人家是顶级豪宅啊，都是什么山顶别墅。最近香港豪宅市场又有个鲜活的案例出炉，这个咱们前几天还介绍过。8月19日，深圳祥奇集团董事长陈洪天在港持有的山顶歌赋山道15号豪宅以7.9亿元成交，账面暴跌13亿元，贬值62%，是香港有史以来单个住宅物业成交最大贬值金额。这个陈洪天9年前啊，是以21亿元买下这个超级豪宅，前不久被拍卖掉，也就是他暴雷了，成交价只有7.9亿。2023年，这栋豪宅因债务问题沦为银主盘，就是被银行接管，银行拍卖，多次招标无人问津。2025年1月，意向价砍到7到8亿元，前日终于以7.9亿元成交。你看，这是香港的豪宅都在腰斩。我们经常说啊，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对吧？短期看这个金融。今天晚上啊，有自媒体发一个消息啊，说2025年上半年4个城市的出生人口，哪4个城市呢？安徽合肥市、四川巴中市、江苏常熟市、湖北天门市陆续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新生儿数据。官方数据显示，除湖北天门外，其他3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个湖北天门，咱们以前节目介绍过啊，因为它出台了一个措施啊，这个新生儿奖励。这个湖北天门啊，它大部分人好像是在哪儿打工？是在深圳还是在那人口基本上都在那一个地方。不要以为它是湖北天门，好像就它那地方收入还不错。他们那是有个什么产业？整个天门还大部分的干这事都在深圳，还在一个什么地方带老乡啊。然后他们湖北天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生儿什么这个补贴啊，这咱们以前节目介绍过，是生第2胎给10万还是给多少？所以天门的这个上半年新生儿3756人，同比增长%。剩下来我们看啊，安徽合肥市2025年上半年新生儿出生入户数30911件，2024年上半年新生儿出生入户数34822件，同比减少93
3911件，降幅是11%，这是合肥啊。四川巴中市据公安户籍系统这个2025年上半年巴中市新生婴儿10063人，同比2024年的10594人减少了531人，降幅为5%。四川也是人口大省啊，四川人相对来说生孩子意愿还比较高啊，比全国其他地方就这样人口也是在下降。江苏常熟市2025年1到6月全市共办理生育登记3229例，其中一孩登记1782例，二孩登记1082例，三孩登记358例，相比2024年上半年3558例，同比下滑9.2%。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啊，大部分城市啊的新生儿出生同比都是在下滑，对吧？下滑在10%左右。这人口啊，这个断崖式下跌，对吧？对楼市来说也不友好。这个中泰国际啊，它出了一个研报，它把中国、德国、日本、美国就是居民的杠杆率啊进行了一个比较，他得出个结论啊，他说1997年末，当时日本人人均 GDP 3.56万美元，宏观杠杆率296%，但日本1971年相对债务负担小于我国的2024年年末，我们2024年年末水平是人均 GDP 1.33万美元，宏观杠杆率286.5%，就是日本所谓的消失的30年之前啊，1971年他们的相对债务比我们2024年是要低的，也就是说啊，我们叫未负先债，就是人均GDP 啊，对吧？只有1.3万美元，日本的人均 GDP 是3.56万美元啊，那是1997年，他们的杠杆率是将近300%，咱们现在是290%，但是人家人均 GDP 是3.5万，咱们现在人均 GDP 是1.33万，叫未负先债。也就是我们现在啊，不光是未负先债，还未负先老。什么叫未负先老呢？就是人口老龄化。你看新生儿是断崖式下跌，那未来肯定是老龄化越来越严，叫未负先老，未负先债。这两大枷锁啊，也注定了这个楼市啊，恐怕很难再恢复往日的荣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核心地段的房现在也不保险，对吧？不是不跌，只是时候未到。所以你要炒房的话，恐怕也要失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